今仔日是有14例本土病例，11例伫新北市，另外3例伫嘉南，嘉南下晡阁加出1例，所以总共有4例。嘉南即第4个确诊者是一个警察，昨暝有甲即个嘉南市长林佑昌近距离翕相，而且是无挂喙按摩。市长林佑昌目前居家隔离3天。 好，就在刚刚1点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获最新的一个PCR 检测的结果，我们有另外一位侦查队的队长他也是确诊。那因为昨天呢我有颁奖给他，虽然只有短暂接触几秒钟，不过我还是希望用最高的一个规格来要求自己也来做好自主的一个防疫的工作。我已将这个情形回报给 CDC， 也跟陈时中部长通过电话。 当然也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回报给行政院，还有总统府。那所以从即刻起呢，我就会进行3天的居家隔离。那在刚刚也已经进行了 PCR 的一个采检。那居家隔离3天之后，会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采检。所以我想我们用最高的一个防疫规格跟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把防疫的工作把它做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